到都真。观众朋友，你下呢，这个爱的退休生又兴趣，第片呢，中速片这海岸山脉，右速片呢，这个爱的中央山脉，有钱了哈，就是我们的花东纵谷的尾端了。过去的嘛该这个爱的玉里啦。今本的故事呢，要请一上映，这个爱的阿荣哥，唐讲呢，请到凤西桥就请到佢了，夹落去。今日从古到到今，爱小鸡的古土就位在花莲县嘅玉里镇，也是一条攀过中央山脉有100多公里嘅百年古土。假如愛前嘅阿勇哥呢，就係采地嘅文史工作者，今日就麻煩佢帶路了。辛苦，给我喘一下。哇，好看这2座啦，红色的桥，哇，真的美轮美奂呢。俩哈，观众朋友一定请神奇，用板有按台相机随身携带啊。就是我们这看的时刻表哈，就是等一下会有一班南下的普悠玛列车，对，所以我们就是在这边等待火车就是通过这样子。喜欢的老树啊哈，俩 W 呢，只是爱的摄影爱好迷最棒的景点。你啊哈，有来呀体质行茶还是来旅游啊哈，俩 W 把这美好的影像涂正去。好啦，俩下呢，爱的六山呢是窥视雷灯哦，来窥视灯。哎呦，大家远啊！安江嘅风景啊，都本破败强强了。阿勇哥老家园约啲玉里嘅新地炮田江橋，原來呢就係為到本大家來欣賞安陽嘅風景。玉里有1/3嘅人口係客家人，咩客家鄉親來到花蓮開墾最早天氣嘅蔬菜，佢們愛燒嘅古土就係客家先民打通中央山脈。連接台灣東西片嘅重要通道哦。看一下我们后面这个铁道后面的这个山，有没有发现哪里不一样？啊，我有一个感觉，我们然后刚刚这一路呢是从北这样子南下的，北这个靠近凤林那边的时候，哇，那个山啊，中央山脉是非常非常高，对，而且很尖呐，那个随便都是2-3千公尺。到玉里这边之后，它开始慢慢的下降了。这边的山比较没那么高，山变矮了呢，人呢就会有一个心，就是我应该可以走得上去，没错，就走上去。没错，像我们现在看一下哈，铁道的下方有一条路，就是当时的八通关越道的其中一段。哇，所以我们这边这条中央山脉底下的这个古道叫做就叫八通关古道。是，沿途其实还有可以看到比较少见的熊，那黑熊会从这边就比较会从这边会看得到啦。基本愛小雞嘅主角出現了，佢就係清朝時期開闢嘅八通關古土。阿勇講呢，其實喺海岸山脈當中，也就一下鏡頭上看到嘅。天體將每位嘅2隻義工嘅山頭附近呢，還有一條老客家先民息息相關嘅古土。那個地方附近就有一條古道，叫做安通古道，是從這個貓的前面這樣子從玉里這邊安通，然後就是翻山越嶺，然後到那個長濱鄉。長濱就靠海咯，對，靠海邊去了。那這樣子的話沒關係，我們今天重點是八通關。是。安通呢，我們之後來約了，我們再一起去，好不好？沒問題。我們穿一下好一點的裝備，我們認真的把它走完。沒問題。八通關古道，觀眾朋友 ，Are you ready？ 八通關古土對南頭嘅竹山同到花蓮嘅玉里，一條古土興建過後，就有越來越多嘅客家先民嚟到呢片開墾。阿勇講，想要了解八通關古土，就要先了解玉里，聽聽幾行就出嚟。OK， 阿榮哥，又讓我這個急躁的人停下腳步啦。在這邊什麼樣的重點是什麼？我們這邊呢，這是一個客人城，顧名思義就是以前這邊很多的客家民。對，那這邊呢也是離八通關古道比較近的一個村莊。那今天我們來要就是說來介紹一個，就是說當地的一個耆老，阿公。你這樣子介紹，以為阿公很遠，沒有阿公這兩個，阿公以後啦，以後俺先握手一下，還是俺相待啊，俺相留啊，留哦，阿公，俺人啊吼，你下頭頂嘅地方啊吼，迄八公廟啊吼，即八公廟啊吼，有乜個特別歷史故事？這八公廟朝拜吼，
以啊，较下着的，大概两船都好大。哦，而家做伊的伊个摆个竹条，红布的竹子，哦，将个今年我煮啊，竹条啊，啊那又打个带面的，都条摆传来讲，24天之后要拜白公啦，过5个后要拜白公啦，所以少量要拜白公啦。玉里嘅客人山係客家先民到花蓮最早開墾嘅位所，一直到呢下呢係用人家嘅 QT 名。特別嘅係，一條先民係對廣東原鄉直接駛到呢片來。呢面第二批嘅客家人在對台北西部陸陸續續駛到呢片，也就係一般人講嘅二次移民。阿伯嘅屋下呢就係二次移民嘅客家鄉親咯。嗰時來牙本嗰陣同阿爸喺度等下來，來牙啲係自身負責。做埋啲呢，大部分係新竹關西人。哦，你喺新竹關西嗰邊過來。啱啱有兩個南莊人。南莊。昨天大部分嗰陣時都北埔來下多，因為祖先啊，睇到來台啊，就是睇我師傅講講到土地啊，都自從青島嘅，講啲講都講到嚟花蓮啊，係咪容易推廣？來到就嗰個眼光，入到個條白長都好大。你講到啲嘢咧？黑石節佔多大地？這幾界啊？很厲害哦。條白就咩結構冇中西同步啦。你講嘅話就講嘅話。黑石節啊，客家人來到了佢同啲做乜解啊？日本時代呢，近清中二咧都有啦。客家人大部分來都成功咯，條白啲客家人來了結咯，一同種樹啊，網絡去啊，佢差嗰時都三七兩年啦。三七兩年啊！吉他厲害咧，係捱嚟比下。哇！哎呦，係樹大個啊！條呢轉落去啊，你愛個唔得。樟樹啊，哎，倒下落去，上一個枝芽，吉他觀眾朋友，你看，就留下嚟個神作，哎呦，強大誒！嗰種你看個原本嘅個樟樹啊，哇，冇辦法核爆咧啊！冇辦法啦，嗰條樹啊，叫5年冇叫睇。猶太啦，叫5年還冇叫睇啊！哇，你看個枝芽，枝芽都將來做安泰嘅。阿伯講，早年客人上呢片，萬乃就係太樟樹，唔是辛苦到山鄉就做得曲內。故所呢，就會有按度嘅客家鄉親，選擇啲呢片來填記。八通關古道你熟悉冇？係熟悉啊！熟悉啊，係冇？那八通關古道嘅一個事情啊，你嘅印象啊，同我分享一下好冇？我喺上次嚟到咧，原住民宿舍呢，佢帶我去聽八路嘅牛吧。路嘅牛誒，行到台風啦，行到台風嘅。見行見識啊，呢啲見帶去到台風做到2天半年，2天半。2天半。個路都我都當快行。幾百？有條行300路，側身行嘅。300路側身，八路誒。八路要都係咪過啊？哎呦，你幾難行哦！所以嗰陣時冇係好做啦。同啲做錯，冇錯係。冇大沙橋哦。武光亮這邊啊。到從東部那邊就走這條路，武光路左右的。它是清朝的，就是開山撫番這個時候，它就是從南投這邊然後沿着這個八通關古道然後來到玉里這邊。對對。那它的這個古道跟日本時代古道有些部分是一樣，但有些部分是不一樣。因為武光亮有經過兩個不能住啦，爸爸幫我講是就講反正而起哦，佢可能帶你買個客家人都唔起。我同佢講反正講係咪啊？係哦。佢學啊，佢講啊，講你講翻未講啊？佢幾多人啊講這個實講，結果呢講年咧做啦嗬，咁樣佢一出錯來似人都年啊嗬，佢都老個條啦學講，一出錯似年都年啊，你通年都年都係似。哇塞，有樣冇啊！佢講出來那似咗年裝呢呢，佢個招啊。做啲個最乾咯，啲姜片都唔正啊！哎呦！啊那個其他出來，前往年本來就歡迎大料呢種街市嘅，昨天都拿嚟表演。哎呦，係啊！一條路佢改啊，要坤哥啊！要坤哥。係啊！
透过阿伯嘅介绍，八通关古土嘅故事，老线索慢慢的出现了。加下阿伯讲到嘅吴光亮，就会开辟八通关古土嘅统领。佢系广东吉阳客家人，树底下嘅边呢，差不多有9成，咪都系客家子弟。152公里嘅路程，唔是1年就完成嘅。喺开路过程当中呢，喺啲玉里那片留下一间香火兴旺嘅协田宫。俩下吼，中央任务就搞不你了啊！协天宫啊吼，有嘛个故事啊，还有历史啊吼，同来修改一下好嘛？好，那个协天宫哦，来讲协天宫以前，要先了解这个牡丹事件，讲起来。同时，姨妈有个题，后山宝藏 CS 亲笔下的啊！到现在那个东西的研究结果哈，还研究不出来，因为那个字是用泥土粘的。啊？用奶粘上去的？粘上去的哦，唔系啊，那土都是用奶粘上去，嗰功夫还冇人知呢。哎呦！来讲协天宫以前，要先了解这个牡丹事件，讲起来。牡丹沙事件，做嚟讲係促成八通关古土开辟嘅重要原因。1871年，琉球居民因为船难，漂流到根本日嘅屏东满族，入面本原住民出错杀敌。3年过後，日本出兵攻打台湾南部嘅原住民，也就係牡丹沙事件。入面清朝政府派沈葆桢來台灣處理，因為體認到台灣呢片嘅重要性，未為了開發太東埔嘅土地，沈葆桢就奏請朝廷分別對北、中、南開發3條貫通台灣東西部嘅橫貫土路，其中八通關古土就係一般人講嘅中路，由吳光亮來負責開通。1875年1月對南投嘅竹山通工。去年嘅12月開到玉里就完工嘅。嘅駐軍嘅營房是會你來順條，官兵呢，10個月期間，清聽啊，北漂啊，軍心渙散。哦，冇錯，10個月。10個月，那麼10月渙散了以後呢，佢有光亮上到嚟，有時就帶共同帶來阿妹本來嘅香包。哦，香火包。香火包，那里面是我们关圣帝君的，他那个时候香包拿来，就是在我们这个庙这个旁边的地方，建了一个茅寮，跟地方就是摆，可以摆，摆了以后呢，接着这个官兵的身体哦，慢慢好转呢。就因為有拜有保庇，呢邊嘅香火就會越來越旺。1888年。新土由細茅寮改建做內轉部，漸漸變做在地居民嘅信仰中心。吳光亮喺啲協田宮地位留下清楚提示嘅牌匾哦。同時，姨媽有個題，後山寶藏 CS， 有看到，跟花華 CS， 親筆下的啊。到現在那個東西的研究結果哈。還研究不出來，因為那個字是用泥土粘的。啊，用奶粘上去的？粘上去的哦，唔係啊，那土都是用奶粘上去，嗰功夫還冇人知呢。哎呦，很厲害有孫毅的有141歲，保存到清後呢。清後啊，嘿。哇，很厲害啊！你看，我哋客家人啊，吼，行到了中路，哎呦，行過來，還有一紮這個。算是證明啦，吼！對，我哋客家人路橋擺有行過八通關古道。對，有141年歷史嘅協田宮，因為火燒屋留鐵桶嘅關係，是磚鐵結下擺。1986年重建過後，增有以下嘅規模。八通關古土嘅開闢係為咗復返，更加重要嘅係為咗開發太東埔。喺清朝嘅後期，客家先民。大部分對八通關古土來到玉里定居。日本時代嘅二次移民潮，開建嘅期間呢，就擴大到8年嘅吉安、蘇鳳、和鳳林一條地區。為咗本大家更加了解這段歷史，
家园和当当抢高在地嘅文史工作者哦。你啊哈吼，真经认真嘅时间来了哦，因为啊吼，俺们请到亮山呢，会同俺们讲个法典啊吼，个二次移民个大概的状况啦。那亮山呢，最重要，先修改一下。你啊呢，这俺爸爸戴国珍啊，毛巾呢这么矮嘞，小戴这么嘞哈。还有呢，这个顺条呢，这俺们刘老师啊，他对俺们个二次移民呢，请属实，你啊哈呢就请佢啦吼，同俺们讲一下咯。太多移民到台湾，掠过场漂洋过海，一般按你学术界来讲，係一次移民。哦，一次移民哦，学术界哈，唐山过台湾，唐山过台湾，一次移民。到台湾，但係咧，因为神法有使得掠到客家乡亲，都途中没有体现，翻山过梁，漂洋过海，坐船到花莲，来到花莲。学术界就比如老了讲了，客家到台湾原乡，佮迁徙到花莲遐地方嚟，带下来，就可以见得到啲客家人。学路没重要，很多二次移民。8公元前，日本人来到台湾，发现呢，花莲老台东啲暗藏嘅素材，有无人可以见，非常嘅大手。佢就开始认真嘅去计划，从私人嘅飞沙嘅移民。失败後，亦都1909年開始做趕人嘅，就是政府去判移民。東部呢位日本政府都喺鼓勵，要印下定，喺啲途中咪會嘅鄉親印一병印過來。大比論嚟講，大概都豐年開發、開鎮、開墾多嘅，呢啲當重要嘅人物，ที่台嘅牛用廠先生。佢苗栗條豐年，佢1908年嚟到豐年，佢發現了豐年落到藏書面，故所呢，佢就開始多種種落。而唔拉呢，就係苗栗條豐老家屋卡阿爸改編嘅親戚，阿妹改編嘅親戚，一邊係西園客，一邊係新竹嘅族同嘅海豐客啊。海豐客，海豐客，兩邊一來曬嘅。當年由原廠未係愛到玉里土城發，入面呢經過豐年嘅時節，發現萬乃處嘅藏書呢，嗰時就按用啲豐年呢上建落當。了解客家先民啲花蓮嘅發展歷史過後，一下捱到去留重點轉到八通關古土了。大家睇冇？吳光亮所開闢嘅八通關古土，因為清朝部分政策效果唔係千好，要千多年啦。20年過後呢，就放棄了。入面台灣割讓俾日本政府重新測量路線，另外開闢一條八通關一土路，咩喊做八通關一兩古土，對花蓮玉里直接通到南投嘅東湖，也就係根本日我哋按實際來體驗嘅路線。OK， 馮先生，你會按多長？都眼淚啦，會看乜解？一條拜吼，也都毛木嘅，也有你一條街，你睇下條街，也都係毛木，咁樣毛木，哦，你睇條拜，也個一條路，通到八通關，呢邊有個日本時代嘅厝誒，用來睇厝誒，用到睇厝誒，嗰條日本時代是黑字那位，即係原始咯，叫做路係 OK。啲相片啊，吼，哇，今天有下咧，你看新高登山東口玉里，哦，了解了到邊相片咯。新高山嘅意思說日本有個富士山，我們的玉山比它還高，所以那個新高山嘅意思啊。新的高山，補充都按清後，還有一下八通關月道路起點啊。錯吧？對呀，對呀，邊哇，這原址就在那邊，很難想象。你看它有開柳啊，還有個商店，從啲資料邊。條前還有路都做得行嘛？有，這些都行沙。行沙哦，日本神社。條前個神社，清好奇，繼續嚟。玉里神社就位在八通關一兩古土嘅順巷，頭擺古一花蓮嘅神社總共有41處。一下呢，但將從呢片保存到最完整。這樣就來看呀，哇，很強哦！哦，你看，而且後面是個樓梯啊！是。哇，這鳥居灰色的，個孔窟令啊，
蓝天白云，还有矮人跟孔库林周围跟鸟居，哇！而且很特别是它的表面哦，是那个洗石子的，它把用蛮讲啊，细沙条细沙条的啊，吼，现学现卖。哇！你要把日本时代都厉害咯，故说你唔係复刻版的，你係真經的真哦。经的，当时留到现在，哎，对，當時留在現在，哎，基本上工程，真的，現在感受一下，我覺得抱着的時候就有一種那種，哎呦，回到過去的感对覺啊。对。現在觀眾朋友應該很想要跟我一起進入神的境界吧？現在呢，我們3個人一起往後退，進入神的境界。好，金剛 OK，好，來，來，走走。哎，今年做在講豆豆了呢，哈。哎，日本發的，哎呀，我那輸嘛青苔條哦。哎，對。玉里神社於1928年興建，地位和實力嘅標準比，來紀念開闢八通關月亮古土所犧牲嘅人。許多參拜土列嘅里所，挨到色彩真好運，還做得欣賞到海岸山脈無同樣嘅風景哦。哇，海岸山脉，觀眾朋友，來，讓起到那邊，哇！現在是下午了哈，沒錯。古時候有亮在西曬的陽光，哦，這就是我們當地的特色，叫雲瀑。雲瀑啦，對不對？所以熱空氣冷空氣下降，熱空氣上升，所以就會形成這樣的一個特有的一個景色，凝結一些水汽在那山口。所以你這個攝影的這個愛好者應該會來拍。清朝做開2條八通關路哈，它因為是來扶番的，開這條路的，是要叫那邊的人哈，漢人哈過來這邊哈經營這邊土地，因為這比較寬，西部某地雷嘛，應該移民到這邊來哈。那麼他們開頭都是走鄰縣，神大概鄰縣，哦，就是按年鄰縣那下來，那日本時代是理番，是要管理。是要控制番禺他們的生活哈，控制他們出入嘛哈，所以它叫理番。所以他們那整個地方，整個那一條路裡面有34個駐寨所，就管理他們，讓他們進出不方便。我是這樣子理解啊哈，你看按用有抽某抽啦哈，那條路啊哈，八通關越嶺古道啊哈，日本時代啊哈，要開班輔番嘛，對，不過那條路啊哈，可能沒有青東營要開東西啊，賣東西，商業用途的味道沒那麼多。冇哈。按用夠冇錯啦，我做軍事用品。就像家園所講嘅，八通關月亮古土係一條日本人呢度管理年出名所開嘅一條土路。起點嘅玉里就係日本人駐邊嘅重鎮。當年帶落呢邊嘅日本人，攞佢哋嘅文化、攞飲食習慣帶來玉里，到呢下呢，還深深影響到玉里人嘅生活咯。玉里啊，玉里，觀眾朋友，你係一個日本味道輕重的一個小鎮。小鎮嘛該青島呢？小鎮俺呢故事青島了。你下呢，觀眾朋友可以有當過有港啊，有港呢，老玉里都帶有嘛該關係呢？冇錯，你下呢落去談故事咧。有港係日本人留下來嘅玉里嘅特產，早喺1905年就由日本人喺玉里開店賣有港了。已經有幾十年歷史嘅有港嘅店呢，係菜天人最好食嘅老店。頭家嘅阿爸就係二次移民來到花蓮嘅苗栗客家鄉親哦。小家，按你爸爸吼，係乜嘅時區來到兩邊？差不多民國28和30年代那時候，那時候，唐阿媽媽就講，你家玉里了帶吼，青島家有那時候有美國轟炸機哦，還有就去，你睇青島人就去三度帶，你把玉里嘅就去三度，我哋家三度有人帶過啦。因為日本也是沒收開東西種的嘛，所以因為沒不給釋放呢，他們就開始有要抗爭反抗呢。從個大分的地方呢，從個分駐所有11個日本警察呢，會起的，連個那個駐在所嘛燒的，哇！所以那個就是大分事件，所以日本也纏鬥了18年。哇，大叫啊！唐阿媽媽就講，你家玉里了帶吼，青島家有那時候有美國轟炸機哦，還有就去，你睇青島人就去三度帶，
你办用你嘅照去山度，我伫个山度有人带过啊。人同你都就去个山地都待，啊，你距离市区咧，可见无办法要做嚟做事啊。讲起就是空间伊，哎呦，把自己藏起来。系啦，吉打油都简单，都常常。哦，啊，有你啊吼，这日本史推啊吼，你自己爸爸过来啊吼，董事迄做嘛该写啊？佢当然所措啦。手错。佢嚟前啦，伊嚟特别嚟做所措，等下可以做那国部的都嚟夹骨包，而且国部的用树工我要地下，安尼用粘起来吼，粘起来用做嚟，所以西北灶都肉鸭味啦，肉皮条白人拢爱用。李太哥讲，当然大家嘅想法都同辛苦，唔过啲玉里嘅街路巷啊，有间嘅店呢，煞一间接定一间开，就因为日本人多，日本人好食，生意呢实在很好。啊，都有里啊，都伫伊里有油港，啊个连初茶有该买油港的，但是大家呢，你无个机会是油港啦。哦，迄油港算来较贵啦，甲你甲市区外人感觉食唔同。有影，迄世界油港迄高级的食品啊，意思哦。我因讲油港的条牌，我嘛唔是食过油港。啊，我有一摆要食油港的印象吼，我了刚刚嘛以前是，我甲迄种因做吼，你个做个点哦，条牌我个调落调解嘛，真多水。哎呦，一摆我哋路，行个我哋个房间底迄个爱行出了，佢啲个新马个看到我出洋了，我讲马个，伊讲那本来讲你家用个油柑用个包定讲那一定本来食，就把因拢因做吼，伊想讲调解妈妈吼，落火伊叫排水个。啊，其个妈唔係佢夾拉啊，就買裝嚟可以食啊，都很珍貴，都不用睇個，對吧？其實做緊嘅，哎你佢都啊，我話哦，我聽我話少按我水啦，有間甜嘅哈，啊得嘢羊羔啦。當然嘅係有講甜甜嘅意思，李太哥多了下呢，還記到清清楚楚。佢講呢，入面要買有講嚟傳食，全部係因為伊嘅基因。當然，佢做油柑嘅時節是要大量嘅小炒，佢啲油柑嘅店面呢負責劈炒嘅洗頭。頭家看佢當認真工作，就數佢做徒弟嘅，要傳授本佢最古法嘅油柑製作嘅方式。啊，天天做，啊，我有滿家定呀，落火我條辦我青島西嘅老頭會90人西嘅落火嘅攏有講嘅油柑嘅來源都。咱日本人哦，條牌其實日本時代，印象裡都就做了羊羹啦。哦。啊，家下啲哦，講其實做羊羹哦，印象裡就羊羹哦。特別好佢種寄轉去日本。油羹你講甜哦，講冇好。沒有講日本人講嘅油羹嘅底都是洋菜粉。然後糖。啊，然後調嘅上紅鈴啊，就沒有防腐劑啦。也唔是啦，都甜嘅東西啊。也都慢慢的煮哦，煮咗嘅糖哦，會香。羊羔好就是那个糖熬久煮久吼，慢慢煮吼，啊湿度对非常好。100年前日本人帶落來嘅甜嘅點心，喺玉里發展開來，呢下呢變到一個小鎮最常見嘅美食。好，油柑食得了，呢下呢我哋順便台18線，正式向日本時代嘅八通關一兩古土來出發。啲路巷呢，見過一件非常特別嘅八公廟。黃太哥講啊，八公廟順巷嘅就係頭擺清朝嘅八通關古土嘅路，老外哋嘅客家先民沒有密切嘅關係咯。也是水頭八公廟。哎呦，你啊邊個咧客面上嘅吼，咧田嘅攏靠咧一個水頭嘅水。哦。故說眼看到按到喺田啊，吼，其實嘛該水咧，即係兩米出去嘅水，拉古拉西嘅水，就秀姑峦溪、秀姑峦山流下來嘅水。哦，這檔口還有很多裝飾啊。也係標準嘅客家人嘅北風，翹雞燕尾，仲有還有福祿壽。啊，故說人家在路啊，吼，那條路之喺路頭擺八通關古道嘛。嘿。清朝伊到日本時代都會行兩條八通關古道，啊，對兩個人呢，聽說經過這邊一定要叫水頭八公拜下嚟。當然，清朝開嘅八通關古土，而家已經完全荒廢咧。黃太哥講呢，
也还看得到的，就係日本人俾到40年出名所開嘅八通關月亮古道。就啲古道入口附近嘅大陸部落，就是發生過日本人留布農族人死啊親相當。抗日英雄纪念碑啊，他们是这个布农族，日本人要教育他们、控制他们，要感化他们，因为日本人是没收开东西冲的嘛，所以因为我不给西方人，他们就开始要抗争反抗的，冇错。那其中有一个那个阿和阿雷兄弟的，还有一个阿里曼，这位兄弟的就领导啊布农族。就是给他抗争了，从个大分的地方呢，从个分驻所有12个日本警察嘞，会死的，连个那个驻在所嘛烧的，哇！所以那个就是大分事件，拍啊，日本个拍平来啊，这大分事件是安尼来啦。而且那边抗争以后，因为打球打唔到，所以日本也缠斗了18年。哇，大案救啊，18年呢。當年300名嘅布農族人武裝抗日，佢哋會上活到18年，係因為布農族人帶到中央山脈嘅深山地帶，地勢淺險，日本人一捉佢哋冇按改。一直到1933年，最derni年嘅80名布農族嘅勇士將向日本來投降。啲大陸部落唔但將有紀念碑向犧牲者來致敬。啲附近嘅南岸遊客中心，咩展示嘅布農族嘅文化資料哦。順德台18線繼續向前，我哋停定呢，再來到古道嘅入口。以下嘅八通關月亮古道嘅全線路段，已經屬於玉山國家公園嘅範圍了。那這眼呢八通關古道嘅入口處啦，如果大下有下啦，行呢普通呢有可能會堵到嘅黑熊、禿鯊。副條風，還有土的植物，請你會請注意這個安全呐。哇，馮先生，那行到去地尾啊，真危險嘛。一出來都就黑熊了，超驚人的看得到。看得到。你有看過嗎？沒看過。好險，還是看個樹爬樹。爬樹係乜嘢？加個腳架。個腳架哦。他要爬樹而起的時候，那個加油的腳架，這邊就有了。這邊就有了。我故說，你表示他有下來到這個地方來。對，都兩危險嘛。可能兩條路啊，或係哪一條路啊？2條都是，就是日本時代開的，八通關越嶺道。那個清朝開的是八通關古道，在上面，安道林線。對，也這個日本時代開始沿這個我們這個那個拉庫溪的順條的哈，山嘅順條下去。本來2條路就把開開嘅，就是我們台灣3條橫貫公路，橫的，台灣的橫的公路3條，其中這一條叫18號線。當時啊，台灣的18號到東埔嘅18號，後來因環評都無過，就開多了。路條辦原本會開個18號線啊，然後冇開成，因為個玉山國家公園。黃大哥講，呢邊除咗有台18線以外，亦特別咪係台30線嘅起點。對呢邊經過玉里、安通，去到海岸山脈嘅台東嘅長邊，全長35公里。呢幾片呢，咪係嚟青島嘅客家鄉親哦。客家人嘛，有一部分都。從台北來的啦，北客就從那個宜蘭哈，嗰邊苗栗、桃園、新竹嗰邊都嗰邊按過來的，有的是從屏東啊，屏東南至過來，有的是翻山越嶺哈，到那東海岸，那個小港。左轉呢，經過安東越嶺古道，都按過來嘅，所以那邊都有三山國王廟，嗰都客家人的廟啊，表示早期的時候，嗰啲就是廣東軍帶到街，客家人帶到街，嗰啲人唔係用移到玉里來，黃大哥家講嘅安通古道係在地嘅客家鄉親運送民生物資嘅重要通道，挨到呢。下一擺未會來收嘅，一下再落重點轉到八通關嘅月亮古道。大家員啊，出發了！被野生動物咬傷怎麼處理？保持冷靜，
先消毒洗干净，然后评估是不是要送医，然后呢再看看10天之后是否凶性大发。哎呦，第2条骨头当中呢，除了有不用、糖果啊，还有山猪、强诶，呵呵，大家要呐唔会补充哦。以前钓的地方按照山峰嘛，山峰啊，山峰意思新朵枫树，哦，新朵枫树，枫树啊，嘿啊，讲枫树，哎，有没有？新疆的枫树啊，哎，枫树叶，哈，3个的就是枫树啦，哎，叶子是很难证明的，枫树是它的护身的，哦，护身，像嘉北好那边是护身，叫它一个左边一个右边，一个左边一个右边，嘿嘿，对生是清风，哦，清风护身，嘿，那护身，那个这个枫树两个擦，清风两个强。八通关1两骨头对花莲玉里一直通到南头嘅洞湖，全長125公里，比清朝開闢嘅八通關骨頭還較短20多公里。那一批一个登山小木屋叫瓦拉比，那瓦拉比的意思就是说蕨类，你看，哦，蕨类，来看，瓦拉米，布隆族叫瓦拉比，哦，瓦拉比就蕨类很多的地方，嘿。蕨类很多的地方跟瓦拉米，沿途都是啦，你现在看那边比较少，沿途都是瓦拉米。八通關1兩骨頭全長125公里，對花蓮嘅玉里行到南頭嘅洞湖，大約要花1禮拜到10年嘅時間。再加上要去瓦拉米山屋要申請甲種嘅入山證，大家啲冇準備裝備嘅情形之下，佢每日嘅骨頭體驗就到呢裡資料，下禮拜有機會，我哋會試着來挑戰全場哦。等到玉里時期過後，嘉園有一隻清靜嘅玉飛，地點就喺小古蘭海上背嘅拉古海。呢個玉飛同玉里嘅 QT 名有關哦。玉里嘅 QT 名喊做撲殺角，名嘅用嘅來嘅有千多種講法，其中有一個講法係吳光亮看到小古蘭海以外有千多嘅玉石，就將盲雕刻嘅玉嘅形樣。岸邊呢有啲兩邊顯見閣樓基礎，故所改名做撲殺角。1975年，玉里高中一位邱創勇先生就利用一條石頭嚟做圖畫，撲殺花就按樣出名，變成玉里另外一個特色。你要吹地嘅石頭吼，很多水稻嘅都咧嗆色咧，就會蛇紋石哈。跟地北哈很多那個紋路，它紋路呢皺褶得很厲害，哦，有點像蛇的感覺。就叫蛇紋石。清水溪地北就該蛇紋石的礦脈，都會按你努力咧特有的。那還有呢，這個大理石。拍個當講冇乜嘅紋路吼，看起來吼規粒按用拍的，大理石。對。好，然後再咧。也係灰色片岩。哦。都得看到這樣一片按用組合起來啊吼。我們側面看就是這樣一條一條的這個條紋，但是呢，你是從正面看。有像俺連地圖當個嘅等高線有嘛？哈，大家看起來就是輕中一座小山那種圖樣哈。它就是沉積岩哈，一片一片慢慢沉積而成。所以它會這樣子一片一片的感覺。要閃亮哈，石頭耐炸香硬。呀，跳過來哈。勾呀一層膠。好，一層膠下去以後呢，它再長你來鐵錘。有點烤，還有回路的呀，有一層膠哈，所以呢，它這個裂紋呢，哈，它是不會分開來。我現在來試試看，給大家看，有沒有？馬上就有這個石頭的接力，而且呢，我們石頭不會亂飛，就可以做一些你看拼貼的這個效果。它就是沉積岩哈，一片一片慢慢沉積而成的，所以它會這樣子一片一片的感覺。要閃亮哈，石頭耐炸香硬。硬啊吼，呀。蛇紋石哦，哇，蛇紋石好，要聽一秒嘞。聽一秒呀。啊。灰色片岩。哎，才知道那大理石啊哈是最硬的，結果不是啊，它是排名最軟的。對，它的硬度大概2到3度這樣。
带领家园献岩石头嘅林明祖先生，目前当地推广朴实化嘅创作。佢讲呢，石头岩到有好模，留土花做到有奖模，亲有关系。大家园啊，我要好好嚟讨一下哦。呀，先生，俺娘按才恋爱哈，做艺术品作画了吗？走的，因为大小作用都不一样。大颗的石头呢，我们会拿回去切片，当做我们素材。小颗呢，我们会取它的最光滑、最漂亮的造型呢，取下来，粘在画作上面。如果料爱石头啊，通常呢，我们在画作或是创作上面会用到哪道笔我们其实切片的时候会用到，要看角度，切的时候要看角度，不是说随便都可以切，要看它的纹理的走向。那安勇，第二张石头啊，你会拿吗？这个啊，我应该不会拿。好，老师，那这样子的话，这个如果要切片，要怎么切？我们会看它的那个走向，它走向这样跑，我们会切这个方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的石头是，我们要显现它的那个纹理。好，待会呢，我们带各位呢，绿爱登该菩萨艺术馆，懂得大家就知道原因。卖关子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呢一片呢，要提醒观众朋友哦，一下河坝上嘅石头做我们的河北论野模，家园老先生请去做示范天天，一下做土花嘅石头啊，都係要花钱买嘅哦。老师，你下眼连从古到都今年嘅好奇宝宝时刻又过来了。你看，俺苏上哥呀，按将的立体的石头啊，用板做得变做会不会按将的画呢？老师，你做得教俺一下嘛。该好白石头染做来家下魔法就直接就来去染得到该表面淡薄，俺等来去切，来安尼切，切开咧就像安尼。一块一块，你俩香的面就做得染得到该表面淡薄。朴实化嘅特色就係利用石頭嘅天然嘅色水嚟紋理，發揮巧思，變做一幅又一幅當正嘅藝術品。發展已經差唔多有40年嘞，朴實化嘅技法呢一直在改變哦。遐最早期的石头呢，画作呢都是用玉里的石头，用白色的大理石，还有呛色的蛇纹石，还有这个贝壳化石，3种石头来做。家下呢都是用该马赛克的技法，都去切一块一块方块来做粘贴。要眼珠面面看亮砂，还有亮砂，我看不出来，看那一闪。你看那还有一个琴面，哇，哎呦，这用石头做出来，真是无简单呢继续演化会变哎呦。然色就拍倒嘞按你用力抓就有一只暗痛喷圈，改片溜出来的石头呢是该火成岩。火成岩佢度就抓风色啦、呛色弄有，都用到俩法着地回。我们开始就研究新的技法，有不同的造型来做拼贴。哎呀，真嘅色彩很難想象，用冷少少嘅石頭嚟做圖畫，竟然你做得變做安靜嘅作品。林先生講，頭擺創作朴實畫需要一定嘅技巧。自從2003年發明新嘅技術過後，創作朴實畫就簡單多咧。俩頭擺勾俩一層膠，一層膠下去以後呢，店長用在鐵錘。給它去烤，烤了以後，烤出來呢就變安呢，烤出各種的裂痕，後背就有一層膠所以呢，它這個裂紋呢，它是不會分開來的。如果你石頭背面沒有一層膠，你敲下去石頭是分開來的，所以這個背膠是我們的研究出來的新的技法。你看背膠解裂法。自從就了背膠解裂技法以後，那店朴實化呢，在走的推廣到各個階層，婆婆媽媽也可以來學習，或者是推廣到小朋友在藝術扎根的部分。他在作畫的時候，他不用花那麼多的時間了，他很短的時間，他就可以完成一件作品。好啊，觀眾朋友，現在有想要看下幾塊個石片怎麼樣子有紋路嗎？我現在來試試看，給大家看。
有没有？马上就有这个石头的节理，而且呢，我们石头不会乱飞，就可以做一些你看拼贴的这个效果。哇，好方便哦！超人力做图画嘅技術越來越簡單，不有興趣嘅人都做得來參加。也係林先生未喺藝術館地區開課教學，變做玉里蘇破北苗地道最熱門嘅休閒活動。哎呦，一位阿姊嘅當中千認真呢，大家都已經下課嘅，就準備13人天天嚟做圖畫哦。整個教室呢都沒有人，為什麼只剩下你一個人在做啊？因為我是優良學生，趕不上進度。優良學生趕不上進度啊，所以你現在在補做就對了，是不是？對。哦，那我可以看一下你的作品嗎？好。哇。是著名哦。哎，對，而且呢姓林，對不對？對。林心妹。是。因為後面反正後面有寫她名字啦，一看就知道了。林姐姐，那你做的這個東西啊，這個圖是什麼圖啊？這個就是我們阿美族叫那個跳豐年祭的時候，對，這個豐年祭的時候，這個是男生，是年輕人。哦，年輕人怎麼看他是年輕人啊？對，因為他們的裝扮，是這個頭髮，對，頭飾，這是年輕人的頭飾，還有他們的那個腰帶。哇，你看你的腰帶做得很精細，是那個情人帶那種。哦，情人帶哦，那這個帶子在那個阿美族裡面有什麼特別的意思嗎？情人帶就是年輕人嘛，我們跳一跳的時候要結束的時候有那個男女青年要會合的時候，他喜歡的女孩子可以，他的情人帶可以送給女孩子帶，表示說我已經把你定好了。哦，哇，所以阿美族它是一個很浪漫的一個民族呢，很棒啊，原住民很厲害哦。啊，那這樣子的話，這個圖啊，是你這個用描上去的話，你做之前就已經先想好了嗎？還是怎麼樣？對，一定要有構想。你要做什麼，先畫一畫，然後你才知道說你要做些什麼。透過破石化，將玉里鐵窯嘅石頭用藝術嘅形式推廣出去，真件係一個當好嘅創意哦。花蓮玉里一個中央山脈山腳下嘅西山鎮。因為兩條不同關古土嘅渠通，有為精彩嘅歷史。因為客家鄉親、波羅人、留日本人嘅多民族嘅融合，有為豐富嘅文化色彩。玉里雖然係西山鎮，唔過西山嘅故事特別多，值得人慢慢嚟感受。